詳細行程安排。第一天，乘高鐵從香港出發，經桂林前往成埗縣，抵達後探訪桃林苗寨，感受原生態苗寨氛圍。晚間乘船欣賞無江野獸，沉浸式體驗苗疆光影盛宴。當晚入住悅至酒店、如林大酒店或同級。第二天，全天參與第二屆苗族姑娘節主題活動，深度體驗吃黑飯、台故事、蘆生踩塘等非遺民族，觀賞獨竹飄絕技表演與賽歌盛會。晚餐享用特色瑤皇高山流水宴後，前往新寧縣入住華天大酒店、朗山國際酒店或同級。第三天，全天暢遊朗山核心景區，打卡辣椒風的奇特造型與天一巷的狹窄秘境，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中感受山水魅力。當晚入住5星標準酒店。第四天，清晨遊覽八角寨景區，登高俯瞰鯨魚鬧海大峽谷萬峰奔騰的絕景群，隨後乘高鐵經桂林返程香港，結束愉快旅程。